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而献。恁行这个来纪念我。食了后，旁杯也是安尼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来设立的，就是为着恁流出的。所以伫遮，咱有看见这两段经文咧讲起耶稣愿意为着咱来付上代价吼。所以对圣餐有当时啊，咱咧领受圣餐的时阵，咱来了解讲耶稣是安怎讲，恁着安尼来纪念我，因为伊愿意为着咱来付上即个代价。所以第二就是讲，伊也透过顺服伫遮吼，即个救恩的计划会通伫遮来完成。咱做来读来，我的爸啊，即个杯若袂得离开我，的确着我啉。就我是伫遮原理的旨意伫正，表示讲耶稣对天父上帝的旨意的一个顺服，人愿意才会通成就上帝伟大的计划。耶稣愿意，才互我你我毋免搁再用着遮个祭拜祭祀伫遮来付上伫遮来拜列。所以咱看即个就是耶稣来帮助咱为虾米咱今仔日是用对思少年咱的亲人。第二，咱来看讲耶稣对橄榄山东边行入去伫耶路撒冷，过2礼拜后，有侪兄弟姊妹对我去行即条路。我想恁咧家己行的时阵，恁想起伫即个段的故事内底，恁会搁较深深来体会。明知影是一条死路。但是耶稣为什么愿意为着咱行？这是真大的勇气。明明知影爱死，总是伊愿意为着你我，因为伊看你是足宝贝。所以咱咧为着这个未得救、未洗礼的亲人咧祈祷，咱讲上帝啊，这个亲人是你所看重的，你的宝贝。因为耶稣确实安尼，所以伊毋那欢喜、甘愿、顺服，然后为着咱来付上代价。所以因手举棕树枝，当耶稣正到伫耶路撒冷的时阵因为什么举棕树枝啊？原来有迄个背景头一个就是伫大寮节的时阵以色列百姓因为着要纪念上帝安怎引带因出埃及。到伫旷野的时阵，因用棕树枝，因用其他的伫遐来搭迄个寮来带。上帝安怎拯救因？所以伫每一年的7月15，因会纪念即个大寮节、住棚节。然后伫即礼拜中间，因好像就离开厝，安尼去外口搭一个寮伫遐体会讲。当时因的士大人，也是讲因的祖先安怎伫迄个旷野过迄个生活，来感谢上帝安怎拯救因。这是记载伫利未记的23章33到34节。另外第二个就是讲伫次经的马加比书内底伫遐有记载讲伫迄个修殿节的时阵。犹太人因过去，互即个暴君西流国王朝的安提阿4世统治，因压迫即个犹太人来献异教的祭，就是讲因用可能咱今仔在讲的用献祭，讲恁来教会较早因是杀牛杀羊嘛叫因落来用啥物？用猪用猪母来献上。所以迄个时阵，因就压迫，然后伫圣殿伫迄个祭坛安尼就献一只猪母，安尼伫遮，就是表示咧亵渎因的圣坛，佮强迫因来献这个祭以外，佮拜这个太阳神，拜一般因的这个神明。所以当时有一个犹太的老祭司。马他提亚甲伊的囡仔叫做马加比，甲另外一个西门，因就起来来呼吁大家起来革命啦。所以因就来起来革命了后，真正即
即个管辖的遮个官府去互因推翻了，有短暂伫迄3年的苦战的中间，因凯旋进到耶路撒冷。迄个时阵，百姓就举棕树枝，伫遐讲喊话何山啊何山啊，伫遐底来学了上帝。总是经过无偌久，又还阁互罗马政府罗马伫遐来统治即个是有伊当时迄个背景，所以因咧期待讲，耶稣来好亲像一个君王，要带阮，搁一遍亲像马加比安尼，伫遐来率领阮来推翻即个罗马帝国。所以因伫遐喊我何山啊何山啊，奉主名来应该得到学乐。何山啊意思伫旧约的希伯来文，咱若去看伫诗篇的118篇的25节。内底有咧讲求主拯救，求你拯救的一个意思所以咱何山啊何山啊，就是讲主你来拯救。虽然伫学乐，伫感谢主，总是伫迄个内底学乐主。咱知影耶稣的意思，就是讲上帝要拯救。咱爱了解这，咱哪有法度讲信耶稣是啥物意思？原来耶稣就是上帝要拯救你，上帝要帮助你。过来第二，咱看讲，伊是荣耀的君王，到底即个荣耀是一来就有，还是伊透过啥物的方式？而且耶稣得到荣耀，毋是借着政治的手段伫遐来得到，伊是用十字架顶的苦难伫遐来得到。咱做伙来读来，耶稣讲遮个就也目五天讲，爸啊，时到啦，愿你荣光你的囝。通互囝荣光你，迄个时到就是要行伫迄个耶路撒冷过来。我已经荣光你伫地上，就是你所交代我行的工，我已经诚意达着，互我甲你三甲有荣光，就是有世间以前，我甲你三甲有。咱知影上帝耶稣是上帝本身，所以三一的上帝伫创世之前伊本有即个荣光，总是伊降落伫世间，亲像人的款式。今日咱看讲，伊用人的即个款式伫遮来表达出上帝会听，互人会通感受会到、看会到的所以透过定十字架即件的事，互人会通看见。所以当时有真侪人因看见耶稣受定因当时有看见啥物？耶稣断开嘛有侪人看见安怎？耶稣过活。所以伫迄个见证的过程中间，因倒转去到伫因的四周围，有互耶稣医治的，有互耶稣伫遐来祝福的。因伫因的生命中间，因倒转去到伫厝，倒转去到伫因的乡里，倒转去到伫因的社区，甲因的亲人相甲分享，讲耶稣伫我的身上做啥物款大的事。所以上大的圣业，咱看见是耶稣过活。所以后礼拜，咱要做伙来庆祝耶稣过活的过活节，就是安尼。全世界，这教会拢伫来庆祝，就是这件事实。要影响人类的命运，所以今仔日咱看见，咱是用这个对书咱伫约翰福音14章，咱嘛真清楚讲，耶稣讲我去甲恁避难所在，避难好势，过来接恁。所以咱今仔日无搁再用这个祭祀。华人上注重的，就是讲我百岁年老了，到底囝儿4岁，要安怎甲我祭祀？我有通食，也是无通食；做妖鬼，也是做会通每一遍拢会通饱足的。所以爱靠囝儿孙所以伫咱的家庭内底，就有迄个神主牌这就是死人甲活人同大的一个文化。今仔日咱透过这段圣经，互咱知影讲耶稣来为着咱来付出代价。想使咱有永远的活命，所以今仔日咱用对思孝念，无用祭祀，就是安尼。所以咱透过这段圣经，互咱知影讲，耶稣就是上帝为着咱备办的羊羔。咱
因为耶稣咱无搁再亲像过去迄款的日子，用祭牲伫遮来敬拜，亲像伫旧约的时代。所以即摆民间信仰的祭拜，其实还阁停留伫旧约迄个祭祀的时代。为什么？伊无相信耶稣，总是遮个耶稣选着即个搬过节进前，正月到伫圣殿要献祭进前，因爱先去选呢，爱选啥？遮个羊羔，遮个祭牲啊，然后到伫搬过节的时，伫遐来献祭啊。好像是旧约，因会到伫迄个所在去遐选啊。所以有当时咱若去买遮个精丝，有当时嘛会比拼呢。苏端节，你买迄只羊是偌济钱？偌济？200吼。奇怪，即个头家共款头家，哪会卖我250？吼，是看你较水哦。有当时伫咧买卖过程中间，遮个摆摊的吼，会趁迄个啥差价。像有当时你买较俗，我买较贵，心内就安怎感觉？哪会安尼吼？要奉献的时阵，你心内就感觉无好势，生气吼。所以耶稣来伫遐来清起圣殿，毋是无原因的。伫迄个背后，可能伫买卖过程中间，有造成真侪遮的困扰，真侪遮的问题。所以耶稣讲，我的白殿要诚做啥物款的殿？祈祷的殿啊，毋是插修的殿啊，吼。所以耶稣特别正义到伫即个耶路撒冷，其实这伫圣经内底拢有记载哦。咱做下来读来，锡安的查某囝着大庭欢喜，耶路撒冷的查某囝着出欢喜的声，看你的王来就近你，伊是公义，搁行拯救，温柔，搁骑驴，甲驴所生的驴仔囝。哇！你看伫撒加利亚迄个时代，圣经就记载透过先知的预言，咧讲起未来耶稣所要做。伊骑驴代表是啥物？迄个和平的人群呢？伊毋是用战马来骑战马来是表示讲迄个要诚做一个征战的君王。所以伫遮耶稣要表达出来连遮个学生当时拢毋知。圣经讲，遮个学生伫主过活了后，原来敢明白即个事吼。过来第二，咱来看大罪羊羔。伫约翰福音第1章90拄讲耶稣来约翰讲看上帝羊羔除去啥世间人的罪。所以这大罪羊羔，咱来讲起到伫搬过节。我相信旧的信徒，恁拢明白总是新的这个信徒也是无道的兄弟，因就无了解到底这搬过节是啥物意思。原来就是以色列百姓因要出埃及的时阵，法老王无爱互因出去啦。恁即马出去，阮那工无人做啊，对无？你将这400万人这遐尼侪人带了，到底啥物人要替阮做工？这几百万的人呢，200万伫遮带去，这工阮就无人做啊所以埃及国王法老，伊就安怎无爱互因出去。第一个灾害到第9个灾害，你看，伊的心嘛是真硬啊。到伫第10个灾害是啥？你若阁无因出去这大囝这前生头一体就无性命。这个法老嘛是无咧甲信道。摩西甲伊讲，伊也无要信道。结果上帝就叫摩西讲：好，你去敬迄羊羔，然后呢，甲伊抬了火，甲抹伫啥门埋门框，那个亲像咱咧打门帘安尼啦。所以有人咧打门帘，伊嘛毋知影打啥物意思知影讲可能咧辟邪安尼所以伫遮咱看羊火代表啥？性命啊！即个羊羔替咱付上代价所以上帝使者来看，即个
家庭有抹羊仔花吼，当安怎搬过越过去啊？逾越节哦，搬过迄家内底的大囝吼，头一梯，啊，搁头墙啊，迄前生拢无代志。咱遮有大囝无？有无？有啦吼，哦，你啊看，若伫即马咱无啥物代志，伫迄个时阵就爱紧张啊！你知，我嘛是大囝的吼。因为安尼，其他的家庭哪会哀爸叫母啦？为虾米？遮埃及人的大囝过身了，连法老王的大囝，后来才互因离开，恁紧走紧走，总是伊的心嘛毋愿呢，对无？心毋愿对啊，对甲对，红海哦，要去红海游泳哦。但是因当时是走路啦，毋是要去游泳啦，毋是要去赌游咧，吼。咱看一遍一遍，上帝施恩成业，行过红海，终于到伫迦南地。所以因为即个大罪，又搁因才会通顺利安怎出即个埃及，顺利会通得到即个活命。第二，咱为虾米需要献即个赎罪祭？圣经安怎甲咱讲来做伙读来？佮照所注定的，人有一摆死。以后有审判，安尼基督已经一摆拄着，来担当侪侪人的罪过，要伫亡伊的人出现来救因，迄时出现甲罪无干涉。就讲第二遍耶稣来时，毋是要定你的罪啊，因为伊为着你付上代价，但是定啥物人罪，无要邀请伊成做性命救主。遐个罪就永远留地，无耶稣伫遐来代替哦。所以伫遮咱看讲，独独基督安怎一遍的献上到永远。所以咱无搁再停留伫旧约迄个时代啊。所以有当时啊，咱为虾米咱来做礼拜是用咱的心灵，用真实，咱献上金子，诚做圣经路用，献上咱的材料来服务群众。因为耶稣一遍献上。所以今仔日，咱无搁再停留伫亲像民间信仰伫迄个旧约的祭祀，因为耶稣一遍献上，所以咱用学乐、用敬拜伫遮来感谢咱的主上帝。所以咱用诗歌、用子笛、用同样的乐器，咱拢会通伫遮来献上咱的学乐甲感谢。第三，有应允应活，所以咱敢若对书，咱无祭拜。圣经你若去看启示录，咱的主上帝已经甲咱备办，以后倒转去天顶所住、所啉、所食、所用的，伊已经为着咱来备办，所以咱就毋免烦恼，囝儿孙有效无？不效哦，伫遐烦恼遮个身后的事。所以今仔日咱透过即个对书写人，咱念伊伫唱即首诗歌的时阵。咱要来看见讲，上帝安怎伫咱的生命中间，互咱知影讲，为啥咱无搁再用遮的祭牲、三牲四果，咱就用献花表达出咱对士大人的对思甲敬意。咱每一礼拜的敬拜，对思孝念，也是讲心中对啥源头。兄姊妹，咱若敬拜着迄个。咱的主，咱的生命源头中就无啥物问题。拄礼拜花鼓礼拜煞有一个兄弟吼，可能伊嘛是无道啦吼。咱的姊妹先生我问你是大人有信无？伊讲无。我讲圣经甲咱记载讲，即位耶稣是啥物款的主？是活人甲啥？死人的主，伫咱的信仰个别内底讲，伊落阴府第三天对死人讲中国所以互咱知影讲，连阴间嘛是伫上帝、伫耶稣的权柄内底。咱献上咱的祈祷，总是较要紧是咱遐活的亲人，伊还未得到即个救恩，你毋通伫遮来放弃，你要将即个机会对因伫遮来
讲起上帝救恩，每一个人。316约翰福音3章16节讲，上帝疼世间人是每一个人。我常常听见咱的兄弟讲，哎呀，我即摆也无方便来洗礼，因为我的世大人还阁伫个。若等伊过往了，我敢来信。我有当时仔甲兄弟姊妹讲，你做不好。你若爱等伊过身了，过身了就无机会你知无？你神毋爱得到即个福音福气，然后将即个福气分享互因，互因做伙会当享受着主所带来即个永远的活命。兄弟姊妹，把握迄个机会，所以咱要怎直接来回应啦？头一个，今仔日你若是初次来教会，听见即个福音，你是毋是愿意互耶稣伊伫十字架顶所做救赎的功劳临到伫你的身上，互你的性命会当得到丰丰富的活命？第二，你接受耶稣成做性命的主，你是毋是会当亲像迄只驴仔囝，互上帝来使用你？5月26，咱有一个音乐的布道会哦，就是要邀请人伫遮来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承认耶稣，互耶稣来使用。第二，求主圣神来感动咱。你听见这圣经的真理，你就知影哦，原来信耶稣，咱无搁再通过这祭拜祭祀。是通过对主孝念，通过每一礼拜敬拜，互咱对这位生命的源头做一个感谢的回应。第三就是互咱刚才那边，第三就是讲愿意跟对耶稣行伫十字架的道路，来见证主耶稣伫十字架顶的大权力。要救一切相信伊的人，要互每一个人的灵魂得救。伫百岁年后的时阵，咱会当平平安安去到天堂见到耶稣。愿主来说咱作为起立，咱用这首诗歌，咱伫遮宣讲：主上帝，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人君，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快一点点。你是永光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宇宙万物主宰，只有你圣洁公义。在龙人的跪拜，敬拜尊重你，因为地里有永远的道，你是主耶稣基督。而山那归的大美好的，山那归的万农的哦，因更龙归的这关兄弟，主耶稣是弥赛亚。用信心来宣告来，你是永恒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宇宙万物主宰，只有你圣洁公义，你在龙人的归乐，敬拜尊重你，因为地里有永
你是主耶稣基督。和散那归的代别的后诶，和散那归的巴龙的哦，因更龙归的接管上，主耶稣是比。咱搁一遍要唱的时阵，我要邀请献会代表谢秀红姊妹来到个头前来献唱。咱要用诗歌来对思孝念。头一个就是归荣耀给咱的主。咱要献唱阿乐敬拜，伫咱生命的本源，咱的主。第二，咱要来对思孝念咱的亲人，因为耶稣，咱透过对思，因为耶稣，咱唔免再用这祭牲来敬拜，因为耶稣，咱每一个人拢要成做有永远不忘的。咱对头来。你是永光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有着万民所在，只有你献给公义。拜尊重你，因为你有永远的道，你是主耶稣基督。和散那归的代别的后诶，和散那归的巴龙的因个龙归的接管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和散那，和散那归的代别的后诶，和散那归的巴龙的哦，因个龙归的接管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兄弟姊妹，请咱开声来祈祷，咱来感谢咱的主上帝，因为伊是互咱有活命的、有永远不忘的主，也为着咱的亲人伫耶稣遐孝道无比。虽然咱心中有忧伤，求主来安慰，拭去这哀伤的目屎，会通伫遐，互因得到自由，得到透放。咱开声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来就是要互阮得到活命，是得到丰丰富富的活命，是得到永远的活命。所以，阮伫遮用心、用真实，伫遮来敬拜你。阮每一礼拜来学乐来敬拜你，因为你是享受阮活命的源头。所以，阮对思孝念，一直到伫生命的源头。阮伫遮要接近清明的节期，阮来对思阮的亲人，因领受主你的恩典，倒转去到你的怀抱。求你透放阮，心会通得到自由，互阮知因伫主上帝遐是不止较好，所以会通伫遮来安慰阮的心，也互阮会通亲像这女仔囝，互你来使用，检查阮的亲人，抑阁有无信耶稣的，阮会通伫阮有限的年纪的中间来祝福因，互因有机会伫遮来得到这个永远的救恩。
献上阮的追思笑脸，感谢，互你的恩典充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家族，伫阮每一个个人的生命内底，因为你是荣耀的君王。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妹，请坐。请坐。这时，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你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予阮伫你有份。当阮欢喜迎接你的降临，用至卑微的模样，骑驴仔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阵，却毋知你已经为着阮来陪伴极大的爱的疼，就是替阮来死。你是至圣，阁是圣洁的羔羊，你将家己当作祭物献予上帝，替阮成做赎回的祭。主啊，阮有的只是出于承认，心内相信你是阮生命的主，以及用着阮至微细的气力去为着你报传福音。主啊，阮感